续来看，屏东有一个女骑士骑车咧，放伫个机车顶的狗仔罐头煞全滴落去，伊就甲机车停伫个路口，走到大路中捡罐头，结果互一台敢若是弄红灯要倒弯的轿车弄着，弄着人的驾驶落车了后，家人讲要载这个骑士去病院，想袂到竟然趁混乱，车驶咧走离开现场，警方已经开始来追查。 伫路口罐头落甲规涂骹，一个骑奥多的人将奥多摆停好了后，真细致行去路中甲捡起来。位边仔经过的车拢慢慢驶，惊讲会去甲弄着。这时阵一台要倒弯的轿车，敢若是先弄红灯，着急要转弯，结果一个转弯就弄着人。这个骑士当场被弄去到人行道，这个驾驶赶紧打档啊，将车冻点。脚受伤了，脚有受伤后来救护车来就载走了。他没有注意到红绿灯。 这里常常超，有时候也有翻车啊，什么都有。代志发生伫屏东市中孝路甲广东路口，当时这个女骑士停来是为了要捡落伫涂骹的狗罐头，和这个倒弯的车去弄着，想袂到这个肇事驾驶无留伫现场处理，车驶咧追走。很危险啊，很多车子啊，也没有人要让啊。哦，现在都弄不落来呢。肇事驾驶下车，伪称欲载其就医，随后竟趁隙驾车逃逸。 警方已调阅监视器画面，掌握车主身份。是一个赛车用第一视角来看，这过路人行到下条前，驾驶都无看到啊。若无特别注意头前的状况，真够发生意外。这摆驾驶敢若就是因为视线的视角去弄到伫捡物件女骑士了后，伊车驶来追走，想要逃避责任，无想要为肇事来负责，警方袂放伊煞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